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，我係歐陽琪琪。下面一齊嚟關注新聞嘅詳細內容。本地方面嘅消息，廣告門事件越演越烈。卡利稱佢事前已經唔同意安省投放呢個廣告，並且已經向特朗普道歉，但福特省長就明確表示，卡利係事後先打2次電話要求撤廣告，並且堅持自己冇做錯，拒絕道歉。加拿大總理卡利表示，曾建議安省省長福特唔好喺美國播放反關稅電視廣告。佢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上證實，已經為該廣告向特朗普致歉。儘管特朗普對此感到憤怒，安大略省仍然喺10月24號到26號繼續播出呢則廣告，以便喺美國世界大賽前2場比賽期間向美國觀眾展示。安省喺10月27號停止播出該廣告。福特週一再次對呢一項宣傳活動表示讚揚，佢喺全球獲得咗124億次嘅曝光，甚至喺參議院亦都引起咗討論。佢表示，好高興睇到4位共和黨參議員企出嚟投票反對對加拿大徵收關稅，所以呢啲廣告非常有效，最終促使美國民主黨同共和黨重新開始談判。佢哋意識到對加拿大徵收關稅實際上係對美國人民徵稅。福特仲表示，雖然卡利為呢一則廣告道歉，但佢永遠唔會向特朗普道歉。多倫多藍鳥隊上週6晚喺羅渣士中心主場同洛杉磯道奇激戰至延長局，最終以4-5惜敗。雖然無緣奪得世界大賽冠軍，但美國多家主流媒體就一致稱讚藍鳥賽季表現出色，並且形容呢場第7戰係史上最經典決戰之一。藍鳥喺比賽大部分時間領先，直至第9局2出局時，道奇羅哈斯轟出全壘打追平比分，至第11局，道奇嘅史密斯再擊出超前全壘打，最終為球隊鎖定勝局。多倫多藍鳥隊係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嘅一支美國棒球大聯盟隊伍，最明顯嘅特徵係隊徽以及隊名以冠南丫命名以及標誌，亦有加拿大嘅重要標誌紅楓葉。球隊隸屬於美國聯盟嘅東區，亦係唯一曾經贏得世界大賽冠軍嘅加拿大球隊。國際方面嘅消息，近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喺例行記者會上表示，綜合考慮中國遊客出境需求、當地旅遊環境等各方面嘅情況，中方決定恢復旅行社經營中國公民赴加拿大團隊遊嘅業務，相信呢個將會進一步促進中國同埋加拿大人員嘅往來，增進兩國人民嘅互相了解同友誼。消息發佈後，旅遊市場迅速作出反應。據相關數據顯示，喺消息發佈半小時內，赴加拿大機票搜索量大幅提升，其中多倫多增長61%，蒙特利爾增長223%，渥太華增長137%，上海至溫哥華、北京至多倫多等航線亦都成為熱門。今年以嚟，中國赴加拿大國際機票預訂量已較去年同期增長28.1%，反映出潛在需求嘅旺盛。各大旅行社隨即啟動產品籌備工作，推出多條加拿大冬季主題線路，覆蓋多倫多、渥太華、蒙特利爾、溫哥華、維多利亞等主要城市。呢啲線路特別設計咗古堡酒店住宿、極光觀賞等特色體驗，以滿足遊客對冰雪旅遊嘅需求。據悉，旅遊公司已經喺度規劃2026年嘅季節性產品，包括春季鬱金香觀賞、秋季楓葉之旅同埋冬季滑雪極光等主題線路。有旅行社方面提醒，由於加拿大簽證需要通過線上申請加線下打指紋流程辦理，建議遊客提前至少1個月準備相關手續。業內人士分析，加拿大以其壯美嘅自然風光、多元嘅文化氛圍，以及尼亞加拉大瀑布、極光等獨特嘅旅遊資源，一直係中國遊客嚮往嘅北美旅遊目的地。首批遊客預計以中高收入家庭、銀髮族以及商務人士為主，較高客單價有望帶動美洲遊市場整體增長。電信詐騙組織緬甸 KK 園區近日遭到緬軍大舉轟炸及掃蕩。泰國軍方消息人士指，至今已經有超過1500人由園區逃入泰國，
當中印度人最多，而中國籍就有185人，排第3。曼谷郵報2號報導，泰國軍方上週六表示，正全天候監控特府梅索縣一帶嘅接壤緬甸邊境，嚴格篩查入境人員，確保邊境安全。軍方亦通過泰緬邊境聯合委員會正式向緬方提出抗議，要求喺拆除 KK 園區建築時保持克制，以免危及兩國邊境居民安全。據特府泰緬邊境聯合指揮中心統計，截至1號，從 KK 園區逃出到泰國嘅有男士1330人，女士265人，當中印度籍佔最多，有465人。其次係菲律賓籍同中國籍，分別有220人同185人。其他國家包括越南、埃塞俄比亞、肯尼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、烏克蘭、印尼、老撾、南非、加納、尼日利亞、斯里蘭卡、盧旺特、緬甸及泰國等20多個國家。泰國當局指出，共有680名外國人被起訴，其中439人喺罰款之後被驅逐出境，241人因拒繳罰款而入獄，另有32名嘅泰國公民因相關違法行為被處以罰款，另有23人被納入國家保護機制審查程序，等待確認其是否涉及到人口販賣案件。泰國移民局及安全機構聯合聲明強調，所有入境者均已通過嚴格嘅安全與衛生檢查，確保國家安全及邊境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唔會受到威脅。上海迪士尼度假區發布最新統計，上海迪士尼樂園喺上週迎嚟咗開園9年多以嚟嘅第1億名遊客。喺公佈呢個數據嘅同時，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宣布將建設第4座主題酒店。該擴建項目將坐落喺上海迪士尼樂園主入口附近，成為度假區嘅第4座主題酒店。建成之後，將會成為離樂園最近嘅迪士尼酒店，僅幾步之遙即可步入樂園。根據全球主題娛樂協會2025年10月23號發布嘅報告，喺全球前25遊樂園同主題樂園排行中，上海迪士尼樂園客流量繼續穩居全球第5。並蟬聯中國第1。巴黎奧運冠軍江文蔚正式確認參加12月7號舉行嘅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，競逐功能組別旅遊界議席。佢指已經申請放棄加拿大護照，今次決定參選係因為初心服務香港，回饋社會。江文蔚11月3號下午聯同支持者宣布參選及報名。江文蔚先感謝多位前輩百忙之中抽空出席，期待有機會同業界呈現更好嘅一面，擦亮香港招牌。佢解釋今次決定參選係因為初心服務香港，回饋社會。佢確認加拿大護照已經申請放棄。佢認為體育精神適用於所有界別。江文蔚指退役之後踏出舒適圈，體育精神適用於所有界別。去比賽嘅時候會被問及嚟自邊個地方，佢會向大家推介香港。據悉，江文蔚喺功能界組獲得10幾個提名，喺選委界嘅各個界別各獲得3到4個提名。最後，我哋一齊嚟關注未來幾日嘅天氣。多倫多晴間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2度；溫哥華晴間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2度；蒙特利爾晴間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0度；紐約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6度；芝加哥晴間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6度；洛杉磯晴天，日間平均溫度22度；倫敦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6度；巴黎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17度；悉尼晴天，日間平均溫度24度；上海晴間多雲，日間平均溫度20度。今日嘅內容已經報導完畢，再會。